大家好，我是嘉穗，欢迎收看修行的迄一天啊。是台北的鸟空，真侪人哦，拢会来遮啉茶、佚佗、看风景。啊，那我啊，拢会来遮找一个妹妹，伊啊对逐项代志拢足好现的，而且看伊咧耍哦，我拢感觉足趣味的。伊讲今仔日要请我食因兜的炒粿，啊无咱赶紧来食炒粿，行。嘉穗，我来呀！佩璇姐姐，你来哦。系啊，高早。早。凯凯嘛来斗相共哦。系啊。所以你拢遮早就开始爱做粿啊？对啊。哎，今摆要带去倒位？要去找刺客。刺客？倒位有刺客？阿嬷的种菜偏山的。啊，种菜甲偏山的所在。啊，刺客嘛伫遮会找得到。嘿。啊，为什么咱要办刺客？是要做粿的物件。哦，我想讲，迄是爱规片就是家己种的，所以伊是拢是野生的，爱四界去找就对啊。你敢有看到？这个就是。这一种是刺客。哦，这，你讲这，哎，那黄色的花，啊，要安怎办？就是应该是安尼。哦，原来哦，伊是四界拢有哦。这敢是你看？哎，好，你给我找看卖。为遮敢行过，还是爱有遐？哎呦，遮敢拢无刺客呢。白的食。啊，遮敢有刺客？这个应该是这样的。哦，遮个有一个，你哪遮目睭遮来啊？我哪有无看到？遐还阁有。对。对。哦，壁边哦，摆会着。会使无？会使无？哦，啊，这个敢？这个有一点。一点啊？啊，这是无？是。我猜到啊！我放起来。耶！我的第一支。你刚才我头发你睇见了？阮去找迄个会使食的草，会使食的草花。你讲这会使食？嘿。你食。你食一个，我先看卖。你袂使甲我骗的。你食看卖。咦，啥物味？酸酸甜甜。哦，今天安尼我食一个看卖。哦，爱薄薄的较有是无？哦，真的呢。遮还阁有一个。阁有一个，还阁有，啊，阁一样，阁食一个，酸甜。好食。好食。弟弟嘛会食。正就无聊的时阵会起来。会起来啥？吹。真的，愈薄的愈酸的感觉对无？毋过若是像这一直拢挽无会安怎？用静静的，无用完。啊，敢若这种刺客会当做迄个炒仔粿啊？还阁有艾草。你敢准备好啊？你的武器有够啊未？有。看我有遮济哦。我遮有一个。遮有一个。啊，你这你要飞去啊？伊迄是较大个。准备好啊！准备好啊！哎，那有人看到诶，足大来咧，敢若有起擦掉，你看，无啊，你看，够我，再够我。
够无？我找。系啊，加拢无？加有。等下咱到时菜脯米。洗菜脯米，好，我无洗过呢。哦，伊是几地啊？对。哦，对啊，是先一地就好啊，是？搁一地，哦。一个甲扭开者。哦。嘿，好来，这个拢好落，好，安尼就使，中有扭开，伊落水，就安尼就使，水甲开落。水。哦。互伊这么嫩，安尼再来洗。哦，所以这安尼甲地落啊？对啊，因为伊要甲面顶用暖。哦，面顶的嘛爱浸着水，所以甲地落就对啊。啊，下骹的咧？下骹嘛爱甲揪起来安尼。对。哦，刚才咧炒啥物面线是啥共款？看起来就好食。对啊，看起来就好食的，看这个巴肚拢枵啊。啊，你开你会晓？会晓？啊，你要试看卖无？卖。无爱，为什么？因为水会走去手内底。你无介意手淡淡哦？无介意，我这手啊拢无淡，也是这手互你，咱一人一手好无？一个我这手你看，这手拢无淡，这手互你。甲我斗阵洗这，哎，咱合作哦，一人一手哦，会使无 ？OK， 好，开始。哦，向就加速啊，哦，速度足紧的哦。过来，紧的。哦，你摕遮济，紧的。有无？你遐讲有无？嘿，这，无接到。你甲我骗。我在用这个。好，用这看哦。啊，开会晓用这无？会晓啊。哦，你这确实真正是厉害呢。你安尼，对。哎，安尼。伊是凯，伊是我的弟弟，伊今年10岁，我弟弟甲我差2个月，我就介意算，你介意甲我算？介意，我上介意甲姐姐去耍水。好可爱的，当一个跳舞啦。哎，嘉水，咱是毋是爱甲这整理你的？对。好，安尼咱，你顺续甲我教一个，我看伊就是有无共款的记号对无？对。安尼啥物是啥物的口？这个是咸绿豆，哦，面顶有一个金蕉叶啊。叶啊，哦，这就是咸绿豆。啊，过来这长的红豆，长的甲圆的差伫倒？长的是甜的啊，圆的是咸的。哦，一个甜的咸的，用形来分就对啊。对。所以你拢分得出来啊？对。哦，你遮厉害，遮侪种哦，记袂记的啊？啊，那像种无人客的时阵，你毋是拢爱一直画？阮拢会用这个。好，注意好啊。是，你安尼你拿吃。好食的草粿紧来买哦，无买你就会后悔哦。好食，紧来买。好，安尼放开。好食的草粿紧来买哦，无买你就会后悔哦。好食，紧来买。好食的草粿紧来买哦，无买你就会后悔哦。哎呀，连咱坑你家。紧来买。人家敢会惊着？哎呦，打错声。无买你就会后悔哦。一个绿豆，3个菜脯米，2个双线，一个绿豆的，3个菜脯米2个双线，2个双鸭的，好，你敢会晓？豆的一个，双鸭是这个，双鸭是这，好，菜脯米的，搁一个。是绿豆的，好，安尼总共6粒，一个土豆的，一个双鸭的，加2个菜脯米，好。
香味。嘿，对。好，安尼你甲讲什么是什么？这是咸绿豆，好，甘绿豆是叶子的，啊，这个是好，双线香艾好的。好，安尼90块，谢谢。多谢。耶！刚刚足侪人来的，对啊刚刚足无闲。这敢是你第一届招呼遮侪人？对对，你嘛是足紧张的，是大家拢买足侪粒的。对啊。对。我们较紧的，你会愈来愈淡哦。要来反。啊，你准备比赛？你来跟我玩。快来看。来，来。你无挂好，你把酒拢烧水里面。哪里？好啊。在巡视。哪里偷听？你有看到啥？你会使去内底无虾米？你来这哪？我骗，啥物拢无，休困一下，恁来这陪我开讲。谢你，对，恁两个平常时拢会斗阵出来佚佗。无就这时间里面，拢要上课是咯。啊，所以恁拢是休困日的时阵出来耍。对。这样带恁来。一个阿姨。所以爸爸妈妈拢伫咧无闲就对啊。无闲。啊，亲像我啊，甲恁安尼做过，我看爸爸拢规工拢足无闲的。对啊。啊，伊敢会，就是你敢会感觉讲爸爸拢无带恁出来耍？袂呢，有时阵伊放假的时阵，伊会带阮去耍。放假的时阵伊就会带恁出来。所以你介意爸爸带恁出来耍？对，这是啥物？米刷。米线米刷。我伫好几掠鱼甲虾啊。那有鱼较虾啊。一天的第一课。好，迄一天的第一课。嘉瑞，这大领的敢是你的衫？毋是，伊是软柑仔，软柑仔是咧创啥？会使家己拗起来，会使缀物件。哦，敢若人摕茶米拢会缀伫咧遮，安尼倒较方便对无？对。好，安尼咱搁做伙讲一届哦。软柑仔。嘉瑞，你咧创啥？我咧摕物件，说你哦。哎呦，爬到遮悬着。啊，你摕这是啥？这是皮啊，这是皮啊，皮啊是咧创啥？会使甲土豆放咧面顶。哦，这敢是甲迄个台啊配合的。对。哦，看下这叫啥？这个皮啊。皮啊，哦，会使缀物件就对啊。对。啊，甲台啊的物件摇落来，伊就会落伫咧遮。对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咱搁讲一届哦。皮啊。嘉水，这是细的，啊，毋过我佫看到这足大的，这是啥？这是咖喱。咖喱。啊，这甲这差伫倒？这个较细的，啊，这个较大的。哦，就是物件较济的时阵，咱就用大个这个咖喱。这是用茶的，这是用土豆。哦，用茶，因为茶拢足济对无？对。好，安尼咱搁讲一届哦，这叫做咖喱。安尼，大家敢学会晓啊？来，咱即摆开始来斗做粿。啊，嘉水，你想要包对种？我要包成。你土豆的？我要这。你红豆，你那太紧就变心吗？好，安尼包红豆，我等下包土豆。好。安尼。过来一束啊。过来一束啊。哦。安尼，好。啊你，咱就是做简单的，
你就是想办法，甲伊个皮包，甲莫看到阿图啊。你拿出去啊！好，这互你去包。好，我先来保养，等下再来甲你看。好，交阮。我要你有信心无？无。无。你嘛讲有，应该看爸爸做遮久啊。我要做一个无包的。你要做一个无包的吼？我讲做这个足成个算遐黏土的。对。哇，你会当黏你介意的鱼，安尼。啊，你感觉你有介意就是做炒仔粿？还好，包啊就歹用。哦，伊一定会落出来啊，是安那对无？对。我要做一只糖。哦，你生只？哦，你用这黏哦？安尼我要黏一只狗虾。狗虾，你要黏狗虾？我要黏一只兔仔好啊。你等下看我做的有成。好。啊，你若做这个无共款的形，爸爸敢会甲你骂？袂。袂。我发现我做袂出一只兔仔，我即摆就要甲变做一只猪仔。我感觉猪仔敢若较简单哦。我即摆要做伊的皮。我这你敢若喙齿？我这只唔知是啥物。你这是老片的猫啊？对啊。你这哪呢？爸爸，你看，这看起来就是好食的，好食款的。你看，这只猪仔有厉害哦，佮有两个土豆片空的哦。好，我要甲你的老片的猫仔放做伙。啊，你敢会想要接这个继续做炒仔粿？因为爸爸甲阿嬷做足侪年啊，我想要，互我的后一代。哦，你想要继续甲传落去，互你的子孙嘛会当做这个炒粿。对。啊，毋过足辛苦的，你看，若是到时阵伊嘛想讲，啊，做这足忝的，我无爱伫咧食，安尼要安怎？该拍。该拍，真歹。爸爸敢会甲你拍？袂。啊，你遮歹啊？你对你哪遮歹啊？啊，若是像你安尼哪算哪做，敢袂使？会使。会使。有做就好。有做就好。啊，阮遮伫要刻碗安尼要安怎？甲伊你迄可能是最后一条吧？甲伊用金。好，用较我的安尼。这是我的爸爸，爸爸你今嘛咧创啥？你整理豆面，做完我整理啊。你介意我跳舞？介意啊！你跳舞足古锥的啊！你要教我跳舞无？我袂晓，袂晓跳，会使。你看啊，我这是章鱼，敢有神？你这老片的猫，你的片还阁老的呢，有无？毋过伊的喙无去啊。你要食倒？这是伊的鼻啊，这是伊的喙。毋是啊，这是伊的片啊，这是片啊，伊安尼老片啊。我食看啊，我先食。这红豆洗洗，而且阁是青色的，是无？家己做的阁较好食。对。好，我食我的猪。好，我的猪。你看我的山山猪个阁一个哦。你够嘴。这无包红的嘛是最好食的。嘿啊。你嘛介意无包红的？我上爱食无包，啊，搁有红豆，啊，搁有土豆。安尼就全部拢爱食，无爱菜包米就对啊。对。迄个山猪哪会遐大只？啊！我看恁家的炒粿食起来足香的，而且皮特别 Q， 对无？像你安尼足 Q 的。你讲啊，你敢有食过人搞做的？无。无，拢食家己搞的。对。咱家己的就好食。对啊。你感觉家己包的敢有较好食？比爸爸做的较好食？拢好食。拢好食。叔叔包的较好食。叔叔包的好食。啊！伊甲你闹气，你迄
你迄个糖是阿姐包的。伊是黑妞，伊是查某，我足介意伊。伊上甲伊应该是甲我去散步，我有甲伊做一个窝，面顶写我叫黑妞，这嘛是我画的。我想要伊平安，还佫有逐工拢欢喜。大家食饭来。哦，有够澎湃的。我先免客气吼，尽量食。我先食这，这就好食的，倒一个最好食的，这个这个。家属有到饭了。哦，你有斗三工啊？对。哇，你我一定爱食是在学的。真的哦，听讲你敢若会晓拍卵，敢是？啊，袂学晓。哦，妈煮饭的时阵，迄个家属拢会甲你斗三工。嘿。真的哦。啊，你会顺便教伊一寡？有时阵足计步的，无需要的物件，摕来摕。无就摕饮料去互啉。哦。面啊，灶骹拢足热。感觉心足温暖。系啊。啊，你感觉迄个家属敢是一个好的助手？你咧做物件是咧无用的时阵。但袂做是袂歹啦，伊做了拢真舒服，对啊。会较肥啊。而且伊就厉害，我看迄菜脯米哦，够重的，安尼干安尼，伊嘛袂花忝，就讲啊，就是你交代我，我就甲做好啊。我爸爸拢讲，阮两个拢是咧耍。啊，就放在好算。有啊。啊，反正开始做好就好啊。喜宝开开，你有介意做炒粿吧？有，你嘛介意？你是介意食还是介意做？介意做。对啊，我听姐姐讲，伊嘛是要尖啊。伊嘛是要做粿呢。啊，你进前讲要甲阿伯做茶，拄啊好啊。啊，你是要做茶，还是要做炒粿？啊，你讲我拢有。做炒粿。讲要做寿司之类。要做收钱迄个，哦，真正较巧哦。我食。忝的恁来做，我来收钱。你食看嘛？好，我饭还袂食了啊，拄仔食上一粿啊。我感觉家水其实是一个足古锥搁活泼的囡仔。虽然伊拢讲做草仔粿足无聊，搁足辛苦的，毋过爸爸妈妈若甲喊，伊嘛是会来斗三工。啊，我听到伊讲，伊想要甲草仔粿这个物件继续传落去，我其实感觉足感动的。虽然讲伊即马也毋是真介意做粿，毋过我感觉草仔粿就是属于因兜的味，嘛是家水对因兜的骄傲，所以伊若会当继续传落去，我感觉是。就是足感动啊，足支持伊的，希望伊会当伫咧做炒粿的时阵，会当找到属于伊的热情。哎呦！这样吗？这样吗？这样吗？动哦，越走越动。你有做得到吗？这蛮难的。安尼，大家敢会晓啊？好，好。